在高噪音地盤工作嘅73歲男士，今日由家人陪同到來我們辦事處尋找性價高嘅聽力方案，替男士做聽力檢查。結果是左右耳重度弱聽，給男士使用16通道 RIC AI 專業助聽器及24通道 RIC Pro AI 專業助聽器，外出試機，兩部助聽器嘅效果都理想。男士覺得16通道 RIC AI 專業助聽器的聲音比較清晰。而家聽唔聽到我講嘢？聽到，聽到。哦，你中意食乜嘢啊？咩啊？中意食啲乜嘢啊？冇乜所謂嘅，我啲啊，食飯喺屋企，多數食飯喺屋企咯。中唔中意食牛扒啊？牛扒都中意嘅。嗱，我行遠少少再講啊。食魚咧，食海鮮之類咯。多唔多出街食飯啊？好少落街食飯。哦，多數自己煮。係咯。邊個煮飯多啊？我煮咯。哦，你冇份煮啊？我哋洗碗都有。哦，你都有。第一次佩戴助聽器的他，馬上決定購買我們這款16通道 RIC AI 專業助聽器。祝願男士在使用我們這款助聽器後，聽力得以改善，能夠開心跟孫仔溝通，生活愉快。